各位網友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呢集少爺嘅日常分享。咁呢一集我又去玩四驅車啦。咁呢台車呢，大家先睇下咩唔同先。冇錯，佢就係還原翻當年喺動畫片阿豪仔用嘅嗰一個設計嘅。咁呢一台車呢，我係託我個 friend 幫我整嘅。咁但係呢，佢一開始整好嘅時候呢，台車係好慢嘅，係根本即係你係上唔到賽道嘅，得個睇嘅啫，同埋喐到。經歷過我哋兩個商量啦、改進啦，咁呢台車終於呢係可以玩到噶啦。亦即係話佢係可以上到賽道嘅，速度亦都有。咁我之前咧其實已經係出過一期視頻噶啦，就係喺番禺嗰條賽道嗰度咧就玩過，但係當時咧就玩完之後咧就覺得即係仲係慢。咁今次咧亦都係改進咗，用咗田工個盤。不過始終咧即係老人咧都係有情懷嘅。咁呢台車大部分除咗龍頭啦，同埋啲導輪啦。其他包括轆咧，都係用翻我哋96年同埋97年當時我哋仲係細路仔嘅時候嘅嗰啲配件嘅。咁今集我就會去挑戰一個新車場嘅技術部。咁呢個車場咧亦都係值得介紹俾大家。不過咧佢位置咧就比較隱蔽。如果大家想去玩嘅話咧，可以留意一陣間嘅嗰個視頻，我會帶大家點樣去嘅。先去片睇一睇呢台車嘅配件係用咗啲咩先啦。台車嘅馬達我係用咗田工嘅15307大黑銀，鳳尾係用咗96年奧迪出嘅緩衝鳳尾，好處係自帶2粒剎車膠。咁後轆呢，我係用咗96年奧迪嘅注索車轆。前轆呢，係用咗田工嘅小徑差速轆。車胎咧係用翻94年嘅田工大小不等徑嘅軟胎啦。至於龍頭同埋導輪咧係用翻依家新出嘅款式。前導輪係9mm，後導輪咧係19mm嘅。呢一堆配置係完全可以通過田工嗰個驗車盒噶。至於速度，平均可以去到29公里每小時，最快31。800米1分鐘。我講下今次要挑戰嘅車場位置點去先。首先你要喺地鐵芳村站落車，出閘後轉左會見到一條商業街，沿住條路直落，去到14號隧道出口走上去，出去後會見到1號文化廣場，大門直入，穿過中間玻璃門，再走右邊嘅樓梯上3樓。之後轉右直落到底，就會見到標誌住芳村第10人民車場嘅 logo。右邊呢道門嘅後面就係車場啦。今次我台快拍密林就係要挑戰呢一條賽道，唔講先啦，各位去片。